年度演出舞台剧《弗兰肯斯坦》中文版，音乐剧《基督山伯爵》中文版，原创音乐剧《将进酒》，乌镇戏剧节，环境式粤剧《新龙门客栈》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舞台剧《弗兰肯斯坦》中文版、音乐剧《基督山伯爵》中文版、原创音乐剧《将进酒》、乌镇戏剧节、环境式粤剧《新龙门客栈》的代表登台，捧起属于他们的微博之光。有请。同时，让我们欢迎点赞人微博娱乐副总裁陈春为他们送上鲜花，并加油点赞。有请。 我想每一个走进剧场的人都曾经感受过这些剧作和演员的魅力。这些剧目的发展需要每一个人的鼎力支持，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温度，去创作出更多优质的、传得开的、叫得响的好作品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戏剧的魅力。好，我们也有请各位一起来合影留念。 谢谢我们的点赞人，谢谢挥膝落座。我们也要谢谢各位，我们要有请黄磊老师和新龙门客栈的代表毛威涛老师、陈丽君、李云霄留步，有请3位留步，4位有请4位留步。谢谢其他的各位，祝贺你们，请回席落座，谢谢。我们特别想请。 4位来说一说，因为在过去1年当中，各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戏剧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。我们先请黄磊老师，您先来讲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微博，给予这份荣誉。我没想到我是来领这份荣誉的。那个，我们乌镇戏剧节做了第10届了，已经到第10届。 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在这儿呢，也代表我们另外3位发起人，陈向红先生，还有赖声川老师，还有孟京辉导演，在这儿感谢微博，感谢大家喜爱戏剧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谢谢，期待着乌镇戏剧节能够持续的给大家带来精彩。有请毛卫涛老师。大家晚上好，我今天特别高兴，大概从艺45年来，我是第1次。 以非表演艺术站在这个领奖台上，钱钟书先生说：“吃鸡蛋就好了，干嘛要去看那只生蛋的鸡呢？”但是我今天带着2颗我们的鸡蛋代表来领这个奖，特别开心。中国传统戏剧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 DNA， 所以。 当面对着崭新的这个时代，当互联网、社交媒体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传统艺术，可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。那么刚才说这个，我们名字很长，叫新国风环境式粤剧《新龙门客栈》，突然受到了大众的喜爱。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龙门客栈粤剧的新龙门客栈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来熟悉我们的传统戏剧，来热爱我们的传统戏剧，然后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戏剧真正的走到我们今天人的生活当中去，然后以我们的生活重新来建构我们当下的中国戏剧。 借此呢，也祝大家新年好，2024！希望大家多进剧场，多看大戏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有请各位在舞台中间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中国戏剧继续加油，新年快乐！再次感谢各位，谢谢，请回席落座。祝贺你们。来，李杰。谢谢。